今天大家好，分享收看8月初3嘅暗夜新闻，我係吳依容。新闻一開始來看我哋嘅八八太歲主人呢貼拍報道。八八太歲發生過後，包括蓄水海同高屏海流域如傍晚呢沙沙嘅，都見一年呢沙限制唔係。河壩政次對水頭地動到水面強制單位也時常會冇響用。太歲發生嘅時節，如果到鄉親會唔抵講，都單會請那隻單位來負責。政府官員同負責人員也以下樣來嘅天災，佢到如係屬於複合型嘅災害，每一隻部門都做得處理嘅。故所治水嘅強制是要統合，也要培養水利人才，從事技術的培訓，並中央到地方治水機制使得更完善。太麻麻嘅河壩水帶喺泥石水大潮對水頭打落來，而下那加鹽變色。我那條風仔為南頭高屏台東嚟到蔬菜嘅河壩，對嚟見到粒粒七七嘅東西，經過1年，完全清11槍都清唔撇。到目前為止，已經疏浚2300萬地方，2300萬，但是跟2.5億其實差不多也只有1/10呀。其實你要連續清個5-6年才會有安全的一個到達一個安全的一個界限哈。一個要執政單位負責，執政單位啊？那個執政單位，當然有執政單位都國民黨咩？河太水按厲害，每年來負責治水，風災了後，再個引起各方嘅討論。可比對流域來看，一條河壩對3度嘅源頭流向大海，源頭部分嘅細山坑。因為係套連板梯度，所以由農委會林務局來規劃經濟。流到3排，因為同水土保持有關係，係由水保局規劃，地方政府配合執行管理。流出山區呢度平壤是關係到民生水利，所以是由經濟部水利處負責。這樣的一個制度，事實上是在任何國家，包括日本等等，都是用這種分類的方式，因為這樣才能夠有專業的分工，能夠把一條河川整治好。雖然平時各單位分攤來治水，但是面對災害發生嘅時節，民眾冇清楚政府嘅分工，將來青年聽數實三冇頭頭，所以見關鍵。從太嘅災變，河壩對水頭到水面都係會受到影響。鉗接我冇按簡單是講清楚，完全是統合治水鉗接，而變做係大家關心嘅事情。假設未來這種極端氣候會更多，那極端的災害就像我剛剛講的複合性災害越來越大，那我們就不得不去努力的往朝這樣去做，不然的話，你上游的土沙跟下游的滯洪兩個不一起談，那永遠解決不了問題。不管是從源頭一直到海邊，是不是有一個統一事情的單位，那統一來處理，至少在規劃設計還有工法上面，大概會取得比較一致的做法。不過地方政府係咪有能力管理河壩，變做另外一個問題。用台東縣太麻里溪嘅經濟助力，但係係水條嘅部分是由6700萬立方公尺嘅泥石等等來清。因為政府靠冇水利人才，所以包括清河壩、做保嚟有重建工程，用係某年或設計規劃，但中央係聽計劃已經頭8年嘅時間。到今年2月，經費將到位，重建進度嚴重落後。水利的專業工程人才不多，我想每個縣市政府現在都面臨了這個問題，所以在加強整個縣管河川的一個規劃治理跟管理的能力的時候，我們應該重視到縣市政府的水利人才的加強，這個是未來一定要做的。呢場八八風災，看到中央同地方同治水方遇到嘅健康問題，更加關係到民眾嘅身家安全。鉗接嘅整合同人才嘅培養，可比個幕客家屌來做，對災害嘅高圈度好多東西。下次嘅風災來咧，驚怕韓國付出慘痛嘅代價。客家新聞方片上廖其正。